继续来关心国会职权修法的风波。总统赖清德讲要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国民党团是呼吁赖清德得要按照约束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而且嘛呼吁大法官得要做出合宪的判决。因为民进党团是强调拜三因得去提释宪，而且嘛批评国民党团就是心虚，知影因提出来法案本底就有问题，才会去攻击大法官。 国会职权修法风波也未煞，总统赖清德讲要提释宪甲暂时处分。国民党团总召保光基批评赖清德讲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是赖清德对人民的承诺，也佫讲这届大法官拢是民进党人民，也毋过应该爱是做合宪的判决。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是讲赖清德向在野党提出无适合某人行动的要求，伊无法度理解。人民没有吃的权利嘛？台湾已经成为 皇帝制中央集权专制压迫的政府吗？赖清德总统是真的把自己当成太上皇吗？我公开请教一下赖清德总统，请问你做这样子的要求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民进党团是听赖总统强调，二六会伫咧第一时间提出释宪，也佫批评蓝牙就是知影家己所提出的版本有问题，才会攻击批评大法官。不要自己心虚，我来攻击大法官。本届大法官 哪一个宪判有问题，或是往前大法官视线有问题，请提出来啊！对未来大法官会做什么判决，关键民愿意有笑，但是讲会尊重。吴国昌是希望所有的争议甲主张会让伫咧宪法法庭讲互清楚。国会职权修法的争议，伫民进党提出释宪了，会建立另外一波调遐攻防。记者综合报道。